艺人小 S、徐熙娣今21日出席服饰品牌活动，因为先前他曾喊话自愿代言，今日又被媒体问到此事，他证实双方确实已有联络上，有邀请他全家到玩。不过，听闻长兴中影视歌37巨星是杨丞琳，他还半开玩笑的惊呼，希望市长多看看演艺圈的新闻。据《自由时报》报道，小 S 除了不讳言自己很欣赏，还说她很性感，因为到哪都穿衬衫，把袖子卷起，露出的手臂下半段还会爆出青筋。她也说若到了，希望能陪吃顿饭，到时候应该可看到手臂的青筋，相信她会卷着袖子来的。而先前名模林志玲同样喊话乐意代言，经小 S 也立刻跟死队友回击，强调自己是真的有接到市长邀约，同时还向林志玲喊话，不能自己说了算。而小 S 也透露，真正的大韩粉是 S 妈，要求小 S 下去时一定要记得带上她。我妈爱韩市长爱到不行。